你趴下，手后面，手后面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有那个，我们还能看车上。他那个什么。它这是什么？咖啡包。毒品咖啡包。对对对 ，IG 的包装的。IG 包装。哦。刚刚我们去到一半，教官打开来，叫我们在这边办密。这是安非他命毒品是吗？不，是 K 他命毒品。对。它比较干呐、比较干 K 啊。到车之间撞了正中，或者是跟人跟那个压制的时候都有。我看还是去检查一下。因为头啊，有时候不怕纤维脑震荡，所以叫他去医院给他看。说。这个的部分是加安全的虚拟的，对，这个是他承认，这个是他所有的。对，那其他的部分他们是说共同持有，没有其他些。这样记录了。清晨发生一起白牌车遭抢的案件，起因是因为3名毒虫缺钱花用，所以将歪脑筋动到白牌车上。那他们先花钱，先打电话叫车，将司机骗到指定地点后，那想要行抢该车司机的时候，才发现司机身上并没有太多的钱，于是他们赶紧跳到自己的车上仓皇逃逸。警方在获报之后，立即调阅监视器，发现该车还在辖内移动，来启动拦截围捕。最后在新屋交流道附近将该车拦截。由于3名嫌犯拒检，所以警方对空鸣枪之后，将3名犯嫌喝令下车，并在车上起获大量的毒品及2面失窃车牌，还有其他的赃款。那全案将以强盗、窃盗以及毒品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